2015年5月5號，電影《智取威虎山》喺第17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作為閉幕電影播出。監製施南生親自去到現場，更加首次榮獲終身成就獎。喺頒獎禮儀式上，施南生發表致謝詞，佢特別多謝合作多年嘅徐克導演，因為有佢天馬行空嘅創作靈感同對電影製作嘅認真，先至會有咁多優秀嘅電影製作。正如吳宇森係全世界公認嘅暴力美學大師一樣，徐克就係舉世公認嘅武俠片大師。佢嘅《笑傲江湖》系列、黃飛鴻系列，去到近年嘅《龍門飛甲》同《神探狄仁傑》都叫好又叫座。而《智取威虎山》呢類題材，徐克就話呢個係佢一定要拍嘅電影，因為佢要完成一個承諾。究竟係咩承諾令到徐克念念不忘呢？40年嘅緣分，20年嘅堅守，從電視到電影，只係為咗完結心中一個童真嘅電影夢。情義俠客徐克正在繼續。早喺上世紀70年代，徐克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曾經去幫華人街坊播電影，無意之中播咗京劇《智取威虎山》。由嗰陣開始，徐克就有一個要將佢改編成電影嘅諗法。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次同謝晉導演食飯，對方邀請佢嚟大陸拍戲，仲問佢如果要拍會拍啲咩啊？徐克即刻就話拍《智取威虎山》。但係直到2008年謝晉過身啦，徐克都係拍唔成。呢件事慢慢喺佢嘅心裏邊形成咗一個負擔，直到2013年，徐克先至兌現到佢嘅承諾。喺徐克嘅鏡頭下，楊紫榮係睿智、豪氣、幽默、坦然。對於上司，佢會唔聽話、唔服從，所有嘅行為都只係服從於自己嘅良知同對是非嘅判斷。呢個即係徐克而家嘅心態，亦都係今時今日社會最缺乏嘅東西。喺香港電影呢個江湖，徐克身兼導演同監製，而且仲係電影公司老闆。無論邊個崗位，佢嘅影響力都係舉足輕重。以導演嚟講，佢係一個備受推崇嘅風格家，敢於創新；以監製嚟講，佢係強勢監製。另外，佢成立嘅新視覺特技工作室對香港電影貢獻重大。但係要講到徐克對中國電影嘅歷史性貢獻，最重要嘅就係對傳統武俠電影黃飛鴻形象嘅重新塑造。喺徐克同李連杰合作嘅《黃飛鴻》之前，香港電影入邊黃飛鴻呢個題材已經係拍無可拍啦。而香港人對黃飛鴻嘅印象一直都係嗰個精神健旺、不苟言笑、偉岸正直嘅老人家。黃飛鴻或多或少承載住徐克對歷史嘅反思，呢一點喺人物背景同性格設置上邊可以睇得出。13姨留學海外，學貫中西，善良又有主見，寓意係唔理你點樣西化、點樣進步同開放，根都係中國。黃飛鴻一身正氣、開放、包容，呢個形象不單止被符號化，同時有血有肉。徐克版黃飛鴻成功嘅關鍵係武打設計，當中嘅功勞既有袁和平嘅天分，更加係因為徐克天馬行空嘅想像同嘗試。電影入邊最有名嘅佛山無影腳就係徐克獨創嘅。最初呢個招式俾武術行家當成一個笑話，因為正宗嘅洪拳根本冇飛腳嘅動作。但係徐克就係睇中咗呢一種連環飛腿，而且好自信咁聲稱：我嘅電影係拍俾全球幾千萬人睇嘅。於是徐克揾咗袁和平，終於設計咗經典嘅動作效果。黃飛鴻電影嘅問世，標誌住徐克電影新武俠時代嘅來臨。黃飛鴻電影同傳統武俠唔同，佢強調嘅係以民族衝突同個人成長嘅互相結合，構建出一個盛大壯觀嘅江湖世界。
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有武俠呢樣嘢，而武俠亦都來源自一個好長遠嘅一個背景啦，有千幾年歷史入邊，我哋去用某種方式去表達我哋對我哋生活嘅環境入邊追求一種浪漫嘅一種思維方式。我哋拍電影就係記錄我哋自己故事嘅一個其中一個方式。咁武俠就記錄緊我哋成長過程入邊一啲好重要嘅文化特色。對於徐克嚟講，江湖世界其實就係一個個複雜嘅社會形態，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牽涉到好多社會嘅元素同條件。正如《笑傲江湖》入邊咁講，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喺徐克嘅江湖裏邊，人係冇辦法匿埋嘅。對於嗰種選擇避世嘅江湖人物嚟講，退隱只係一個願望。與世無爭、笑傲江湖咁樣嘅心態，都反映出徐克自己嘅願望同理想嘅境界。所以武俠係亦都反映緊我哋呢個年代對好多事物嘅睇法，好多對事物嘅價值觀，同埋一啲我哋追求嘅浪漫同夢想。所以武俠係其實係一個好同其他嘅類型電影唔同。喺世界上嚟講，武俠係中國人所特有嘅一種相當獨一無二嘅一種表達嘅方式。所以我覺得，如果拍好武俠片嘅話，亦等於將中國電影拍好咁。武俠其實每個人心目中都可以理解成不同的東西，每個男人都有一個武俠的夢啊。不同年齡段的時候，對武俠這兩個字的夢都不一樣。徐克曾經喺訪問中提到，近年比較從中國古代傳統入邊發掘題材，係因為中國傳統有泥土性，而由於古代距離而家好遠，更加俾人浪漫嘅感覺。拍古代嘅人物比較單純原始，而且容易喚起我哋心目中既定嘅印象。曾經同徐克合作過嘅音樂人黃霑覺得徐克要求極其無理，但係佢都認為正正係徐克將佢最好嘅一面發揮咗出嚟。黃霑係少數夠膽批評徐克嘅電影人，佢覺得徐克如果唔係咁反覆多變，成就會更加驚人。徐克呢個有缺陷嘅天才，如果可以改善自己，藝術水準一定可以提升到更高境界。香港著名攝影黃岳泰、剪接麥子善都有同樣嘅諗法，而喺呢啲倒徐人嘅背後，有一個女人就選擇一直默默支持徐克。究竟佢係邊個呢？佢嘅武俠亂世中正邪相爭，愛恨中情志動人，情義俠客徐克稍後繼續。百年湘江，滄桑巨變，無數奇蹟再次上演。以獨特視角看香港發展，揭秘經典人物背後的故事，探尋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我是慧茹，與您相約香港故事。1984年，徐克幫新藝城影業公司拍戲，而且有好好嘅票房成績，但係就覺得好厭倦。佢覺得新藝城只係肯拍1000萬票房嘅喜劇，但係就唔願意做其他新嘅嘗試啦。為咗可以喺創作上得到最大嘅控制權，徐克就同太太施南生自組公司，取名電影工作室。第一部電影就係由金公主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錢拍攝嘅《上海之夜》。年輕時候嘅施南生身材高挑，仲生得好靚，一直喺大機構做高級職員。上世紀70年代曾經任職喺無線、港台、佳視同麗的。
80年代成立新藝城，同各路人馬都好熟，做事風格爽快有效率。1978年，徐克遇到施南生，經過同事撮合，兩個人開始正式拍拖。兩夫婦成立電影工作室之後，徐克負責做導演拍戲，施南生就負責拍電影以外嘅融資、發行同宣傳。之後兩個人就一直俾圈內人視為神仙眷屬。80年代初嘅移民潮曾經對徐克帶嚟一啲感情波動，佢覺得好可惜，好似中國人都要走要分手，分下就習慣，甚至好似正常生活咁。一個民族對流浪咁習慣，不斷咁浪跡天涯，我就係憑嗰個感覺去拍《上海之夜》啦。呢部電影有雙重嘅懷舊，一方面追溯30、40年代動亂時代入邊中國人流浪嘅蒼涼身世，另一方面又指向80年代初香港人嘅離散經驗。覺得香港一直以嚟佢嘅，我覺得係特殊嘅地方就係香港人，因為香港人係我哋無論係喺40年代落嚟或者60年代落嚟香港移民落嚟香港嘅人咧，佢哋好強烈一樣嘢就係生命力好強，佢哋嗰個生存嘅能力係一定係比好多地方都強好多倍，所以佢哋嘅適應度、佢哋吸收資訊啊或者佢哋應變嘅機智啊，都係好不凡嘅。所以因此嚟講咧，香港人係帶咗一個好特別嘅機智、幽默同埋佢嘅效率。徐克1951年出生喺越南一個華僑大家庭，屋企有好多親戚兄弟姊妹，一共20幾人，每日都過得非常熱鬧。中學階段，徐克搬咗去香港。1964年某一個朝頭早，佢一個人坐車路過香港嘅麗聲戲院，熟悉嘅戲院場景令佢諗翻起帶俾佢無限快樂時光嘅越南。佢落咗車嗰日，戲院早場電影係黑澤明嘅《用心棒》，銀幕上邊嘅電影令到徐克歷久不忘。能夠令人喺睇戲嘅時候感受快樂，係徐克最大嘅心願。呢個亦都係徐克對電影執着嘅初衷。我中意電影係因為佢俾到我一種力量，令我對生命、對自己、對朋友都充滿希望，對自己嘅前途充滿幻想同夢想。我希望可以喺銀幕上表現我嘅感覺，同大家一齊分享。1979年，徐克拍咗個人第一部大銀幕作品《蝶變》。《蝶變》取材自中國武林，但係就有西方未來主義嘅色彩，人物造型中外合璧，幾有創意。全套電影洋溢住對存在主義嘅憂慮，係極具叛逆色彩嘅奇異作品。之後，佢連續推出咗2部電影《地獄無門》同《第一類型危險》，雖然票房平平，但係當中驚慄嘅風格令徐克成為香港電影新浪潮嘅代表之一。創意係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令到你嘅作品帶有強烈嘅自己真正嘅感受。我好多人認為創意一定要同人哋唔同，但係我覺得唔一定嘅。我覺得係每個人嘅成長同佢嘅構成佢個性格啊，同埋佢個背景都好唔同。只要佢真係要相信嗰樣嘢，真去表達嗰樣嘢嘅時候咧，我相信佢自然就會有一定嘅程度嘅創意。徐克嘅電影能夠打動無數觀眾，除咗係才華，更重要嘅都係一個情字。徐克為《上海之夜》安排咗一個預言式嘅結局。電影嘅結尾，男女主角喺矛盾、彷徨、惆悵之後，一齊離開上海，坐火車去到香港過新嘅生活。兩個人走咗之後，鄧仔喺街上邊遇到一個同佢一模一樣嘅鄉下女仔，好似兜咗句圈，鄧仔又翻到佢嘅起點。呢個似乎係徐克對於香港。徐克人生嘅第4部作品《鬼馬智多星》，口碑票房大收。
當中新穎豪華嘅喜劇風格，為佢贏得1981年金馬獎最佳導演。The winner is 徐克先生。之後，徐克嘅最佳拍檔之《女王密令》更加創下3000萬票房嘅紀錄。而《新蜀山劍俠傳》就喺引入荷里活特技專家嘅同時，培訓出一批本土電影特技人，奠定咗日後香港動作特技嘅基礎。無論工作定係生活，徐克同施南生都係喺圈中公認嘅最佳拍檔。徐克不善於交際理財，而喺呢方面相當有能力嘅施南生自然成為佢嘅管家婆，令佢可以更加專心咁創作。喺生活上，施南生中意叫徐克做老爺。為咗做出更好嘅電影，徐克利用佢嘅聲譽同魅力，營造自己嘅神秘形象，表現唔使休息嘅工作能力，更加帶住黑超，留住洋咩鬚，穿梭喺各大電影公司同工作室之間。2007年9月，徐克、施南生再傳婚姻危機。隨後，施南生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否認傳聞，兩個人仲一齊出席咗好朋友鐘楚紅老公朱家鼎嘅追思會，粉碎謠言。2008年3月，有媒體爆出徐克同施南生早喺半年前就已經簽咗離婚協議。針對呢件事，徐克喺接受央視藝術人生欄目訪問嘅時候表示，除咗父母之外，施南生就係佢生命中最重要嘅人。一定是不可否認的是施南生，因為他給我看到很多生命裡面一些可能性，而且對自己的一些感情的東西有了很明確的一個認識。而對於分辨傳聞，徐克嘅觀點始終冇變，個人嘅私生活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佢同施南生已經早有默契。唔回應就唔會有新版本啦。雖然兩個人已經秘密離婚，但係依然係工作上嘅好拍檔。施南生仲喺徐克幾部新片入邊擔任監製，邀請明星傾投資，甚至連戲服場景都一一過問，為新片奔波，認真又執着。兩個人從來冇對媒體透露過分手嘅原因，雙方都冇講過對方一句壞話。好多圈中人曾經認為徐克一旦冇咗施南生，日子唔會好過。但係徐克用多部票房口碑雙豐收嘅大片做出咗回應。踏入21世紀，徐克幾部電影表現不如人意。喺對徐克創作力衰退質疑嘅時候，《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出現啦。呢個唔通暗示緊徐克又一次回歸功夫片？江湖恩怨、愛恨情仇、情義合拍，徐克正在繼續。2010年9月，第6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公佈咗主競賽單元嘅名單，電影《狄仁傑之通天帝國》成為華語電影唯一代表。導演徐克帶埋拍檔施南生，主角劉嘉玲、劉德華、李冰冰、鄧超一齊現身。而就喺狄仁傑劇組嚟之前嘅一日，徐克早就到咗電影節嘅現場啦。佢呢個行動嘅目的，只係為咗一個人，究竟係邊個呢？20個鐘頭之後，喺電影節最隆重嘅麗都電影宮，喺全世界影迷注視之下，香港另一位重量級導演吳宇森即將獲得類似人生里程碑嘅獎項——終身成就金獅獎。徐克同吳宇森嘅友誼由來已久，佢哋相識已經有30幾年啦。啱啱認識嘅時候，佢哋嘅事業先至起步。當時徐克仲未拍電影，吳宇森就已經拍咗2部電影啦。當時吳宇森代表嘉禾公司說服徐克去拍嘉禾嘅戲，雖然徐克冇去，但係就同吳宇森做咗好朋友。嗰陣佢哋得閒就去酒吧飲平嘅紅酒，食下煙，講下電影，講下自己對電影嘅夢想。
20世紀80年代初，吳宇森陷於人生低谷，喺粗製濫造嘅喜劇片之中消耗自己。當時已經成立自己電影工作室嘅徐克，慷慨咁將本來打算自己拍嘅劇本讓俾吳宇森。呢個就係影響一代青年、開創港產英雄槍戰片風潮嘅英雄本色啦。最佳導演是《英雄本色》吳宇森先生。几年前呢，徐克拿金马奖的时候，我就很希望上台颁奖是他。我們是惺惺相惜，所以才有英雄本色。吳宇森曾經唔止一次動情咁多謝徐克。當他成為大導演、非常成功的導演的時候，我就沒落了，我就變成票房毒藥。居然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說，我應該要退休了。我那個時候38歲，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很傷心。徐克聽到就很憤怒。那後來他聽到有人對我這麼說的時候，他就在眾人面前說支持我拍《英雄本色》，要把導演讓給我做。然後他來爭取，他來幫我做幕後那個其他的設計啊，找工作人員。然後他就建議我，把我當時的感受，別人怎麼說我心裡面怎麼想的，我想要說什麼，說到戲裡面。我發誓以後都唔會俾人用槍指住我頭。我衰咗3年，我等一個機會，爭翻口氣，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隨住《英雄本色》創造香港有史以嚟最高票房紀錄，徐克就打鐵趁熱想開拍續集。吳宇森就唔想咁急功近利，於是徐克乾脆叫倪匡將吳宇森嘅原劇本大刀闊斧咁改。小馬哥無啦啦多咗一個孖生細佬。雖然《英雄本色2》票房唔錯，但係吳宇森同徐克喺創作上嘅分歧就越嚟越明顯啦。有一陣子，吳宇森一連提出3個拍片計劃，《喋血雙雄》、《縱橫四海》、《喋血街頭》都俾徐克一一拒絕咗。吳宇森冇戲可以拍，亦都出於對徐克嘅忠誠，唔肯幫其他公司拍。結果一度窮到要揾周潤發借錢，《喋血雙雄》乾脆就由周潤發揾投資，而徐克同電影工作室只係掛名。呢次之後，吳宇森同徐克就正式分開咗。值得一提嘅係，同一般反目必然承受嘅常人唔同。儘管吳宇森同徐克之間嘅隔閡人所共知，但係佢哋就從來冇發表過任何指責對方嘅言辭。相反喺公開嘅場合，佢哋一直彼此表示對對方嘅讚賞同肯定。惺惺相惜嘅佢哋30年啦，始終堅守喺江湖，相望喺江湖。再次返到威尼斯嗰一刻，會場裏邊響起最熱烈嘅掌聲，觀眾都起立鼓掌致敬。老友塔倫天奴已經高呼：我至愛嘅吳宇森！健步走上台嘅，正正就係嗰個永遠帶住燦爛微笑、敦厚嘅吳宇森。徐克行快幾步，握住老友對手，送上自己準備好嘅祝福詞。一段係見證佢哋並肩作戰、青春情誼嘅台詞，《英雄本色》入邊小馬哥嘅一番説話。我要爭一口氣，唔係想證明我好叻，我係想話俾人知，我只想得到我應該得到嘅嘢。徐克回憶起嗰陣嘅心情，講到同吳宇森就好似尋日啱啱認識咁，眨下眼就33年，而且我係同塔倫天奴一齊頒獎，真係好好笑。因為塔倫天奴同我哋嘅關係都好微妙，因為就係我哋2個人嘅電影，令到佢對香港嘅電影產生興趣。今時今日，新武俠時期已經出現疲態。武俠電影曾經係大片嘅不二選擇，但係武俠敘事了無新意，
模式又難有創新。新武俠時期亦都即將成為歷史啦。有人將荷里活嘅 Michael Bay 同徐克比較，話徐克係影像視覺嘅革新者。由徐克引領嘅新武俠電影時代即將進入一個新嘅階段。無論如何，我相信徐克係唔會停止繼續創新嘅步伐。多謝收睇今期香港故事，我係麥潤壽，下期再見。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